各位聽眾大家好又歡迎嚟到陳述足球呢個頻道，我係 OK 哥啊。今日周一就波係比較少嘅，五大聯賽就今晚係一隊英超3點鐘熱刺對住森林，同大家推介一下呢場波，熱刺對住森林。熱刺近況都比較差嘅，週中嗰時贏咗法蘭克福，晉級歐霸杯嘅。反觀森林呢，而家嘅聯賽排名呢就係第6嘅，仲有機會爭歐聯嘅，距離車路士、曼城、紐卡素都係1分2分嘅相差。森林呢場應該都會全力以赴㗎喇，唞多幾日畀熱刺。熱刺嘅近況係比較差，所以今晚呢場我就睇好森林坐和磅贏，推介畀大家，希望幫到大家。今晚就係咁先，鍾意嘅頻道就點讚下，分享下，關注一下，好，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